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9月初3公视台语台的报新闻。咱先来关心卫生福利部按算要规定，猪肉制品拢得爱订明原料的产地，不过猪油却唔免列，这也引起社会议论。驻美国的肖美琴代表参加美台商业协会视讯会议的时，有开声问讲，美国竟和台湾签双边贸易协定。印度这礼拜又宣布要加禁止118种中国的手机啊软体，因为迄会影响到印度的国防甲国家安全。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因为用到正肉前3天就去饲的美国猪要开放销入来台湾，卫生福利部当然要修改法律，规定各项猪肉制品拢都要订明原料的产地，不过猪油是唔免列。当然，意思是讲食猪油。体内代谢的情形个人无同，不过消费者基金会也是问讲，猪油哪会免列产地？主管机关就要说明一下。政府特别开放进口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到台湾，真侪民众就烦恼讲，若是美国猪肉进口了后，业者会为着降低成本，甲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做水饺、贡丸等加工制品的肉品来源。针对这件代志，是由署预告包装食品的猪肉啊，各猪会当食的部位原料的原产地标示的规定草案，必须要伫咧容器也是外包装标示原料的原产地，毋过煞排除猪油，和猪油可能会变做三不管地带。大部分都是在菜市场这边直接买，这样子比较好。我大部分都是买黑猪肉比较多。我都有固定几家的，我比较安心啦，因为知道他们的那个肉的品质的来源地啦。根据食药署目前推出来的草案，若是炼过的猪油制品，拢无需要标示产地，也就是讲，店头甲美猪透过真的钱的等等的方式标出来油，进行加工了后，也是会当写台湾制造的。毋过若是规地拢是脂肪的山珍肉，就要标示清楚原产地。针对这件代志，医师表示，虽然肉类甲脂肪的占流量标准拢是10 ppb， 但是代谢的状况也是要看个人的体质。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不一样，那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吃到30公斤或60公斤才会出问题。譬如说，如果像肝肾功能不好的，可能他吃到5公斤、10公斤，他就有出现了一些症状。特别是年纪大的人，他本来肝肾就不好了，心脏血管也有一些问题，那这个时候吃的时候，就可能更容易造成像血压升高啦、心悸啦，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心血管的疾病。根据财政部关务署的统计，去年有无炼过啊，有食猪油等等加轻重的猪油进口到台湾来，常常用伫咧糕饼类等等的加工食品。面对政府要求强制标示，却搁排除猪油，消基会认为讲，食药署应该甲原因讲互清楚。若无消费者要买有猪油的食品甲加工品的时阵，会增加疑虑。记者综合报道。动物社会研究会这个团体嘛讲，科学界已经研究出莱克多巴胺这款正肉精，人类若加减食有着，也会影响性情。搁有在因咧看，毋是讲国产现代无过冰的猪肉就无问题，因为猪仔咧拍卖咧屠宰的过程，嘛是有较残忍的情形。政府上届好趁一摆推动猪肉产业赶紧提升。猪仔看起来非常不安，互相客来客去。动物社会研究会放上美国动物团体协调画面，表示这猪仔拢食莱克多巴胺。嘛指出，美国研究显示，食这种三肉精的猪肉，攻击性的增加，嘛互猪仔骨头更较脆。欧盟的报告更加显示，食莱克多巴胺肉品的人，攻击行为嘛会增加。这些都已经有科学证据显示，这也是为什么有这么多国家160多个国家禁止使用莱克多巴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同社反对美国来猪进口，但对国内驾驭温体猪肉的习惯嘛提出挑战，指出猪仔运送过程当中完全无防护，嘛较会互因产生紧张或者是死亡。拍卖过程嘛一直用电击来赶。互人更较烦恼的是，温体猪肉为屠宰到贩卖，有几点钟甚至10几点钟，拢伫正常的温度之下，已经产生细菌，实在有必要改革现行的运销系统。所有对动物不好的事情都不会对人类有利。我们无意打击台湾的猪肉产业，我们正是希望台湾的猪肉产业一定要借这个时机，一定要开始改变，去提升我们整体的生产的水平。政府本来打算以台湾温体猪肉新鲜、无三肉精来作为对抗美国来猪的竞争，甚至出口外销的武器。但当时是讲出另外一种面貌，呼吁赶紧推动停止外地的拍卖，建立多体边界。阁有冷链贩售系统等等，对此农委会到中昼进前也未做出回应。记者林王兴中台北报道。
早起马英九前总统搁再一摆要求蔡英文总统就要回室的，搁讲人换做是伊绝对袂采用行政命令就去决定。蔡总统敢毋是开嘴合喙拢咧讲民主，这款大代志当然都要经过立法院才是。马先生任内副总统吴敦义嘛批评讲，无可能因为开放美国鸦片，咱的国际地位就有通提升。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尤其是住宿舍的时候啊，每个礼拜都吃猪脚。伫影片内底，前总统马英九家己讲，伊伫咧美国读册时阵，常常食猪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用这段影片来批评马英九，即马伫咧反对美国猪肉进口，态度前后是无共款。初三早起，马英九出席王晓波的追思会，针对王定宇的批评，伊是感觉真奇怪。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瘦肉精的问题，因为那是40多年前的事情了，所以拿这个来打，我觉得莫名其妙。民进党政府开放美国猪肉甲牛肉，哪里开始攻防战？总统蔡文伫咧顶一天的中常会顶悬指出，马英九捌答应美国的代志，拢干那做一半。马英九回应讲，当初时就完全无考虑美国猪肉。2012年3月份提出政策的时阵，包括牛猪分离、排除北来等4项要求，搁一概要求蔡文来改回失礼。毋过，就伫咧这时阵，有一个抗议的人冲出来，影响到马英九讲话几啊改。蔡总统在这个议题上啊，真的应该郑重的向国民道歉。就算是你有一个同样的案子，我们也强调，我们绝对不会以行政命令来处理，一定会经过立法院。这个才是一个一天到晚号称民主的总统必须要做的。他说这样就可以让他国际地位跑到很高的地，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恐怕还要做好好的检讨。前副总统吴敦义嘛无认同讲开放美国猪肉甲牛肉进口会当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嘛，搁一届召开记者会，质疑中央闪避国会监督，牺牲了国人的健康，牺牲了国会监督的一个尊严，结果换到的到底是什么？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认为讲，蔡政府急要开放美国猪肉甲牛肉，到底会当换到啥物？却无法度说明好清楚，嘛，互台湾人的健康甲知影的权利严重受到损害。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军人节，蔡英文总统也有照过去的惯例，去到中立寺主持求节典礼。陪伴的人员包含赖清德副总统、立法院游锡堃院长、考试院黄永川院长、监察院陈菊院长。国歌走落去的时，蔡总统今年是无细声对咧唱，这站也是社会正人真注意的焦点。伫93军人节这天，总统蔡英文照惯例去中立寺主持求节典礼。除了行政院长苏贞昌参加宴会无来以外，包括副总统赖清德、立法院长游锡堃、考试院长黄永春，也个监察院长陈菊等人陪祭。蔡总统由总统府秘书长李大伟陪同，伫咧甲城中到中立寺。典礼一开始，将歌祭名，主祭陪祭武祭人员就位，开始典礼。就伫咧走国歌的阶段时阵，外界关心蔡总统是毋是比较旧年开嘴唱国歌。今年并无随着音乐开嘴唱国歌，包括赖清德、陈菊等人会拢嘴合按按。伫尾啊，蔡总统向国民革命烈士临归献花，并且伫公投祭文了，总统带陪祭武祭人员行三鞠躬礼，典礼庄严隆重。最后，蔡总统行向烈士遗族的代表慰问致意。记者综合报道。本地今年年初，捷克共和国参议院迄当阵的议长，都要带团来访问台湾。谁知影正月煞发生心脏病症来不幸。早起，蔡英文总统接见现任秘书处议长所领导的访问团，特别颁发得奖大綬庆훈勋章，予过往的前议长。蔡总统佫讲，咱两国拢捌对抗过极权统治，此去都要加强合作，做伙对国际宣传自由民主的理念。台湾和捷克一样，走过反抗威权、争取民主自由的艰辛的道路。我们以民主经验为荣，也坚持守护民主的防线，致力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和发展。透过这次交流，我们不仅深化了两国的连结，也一起向国际社会传达出我们对民主自由的共同信念。Velký demokrat a já věřím, že
se na nás tady dívá ze zhora a doufám, že jsme ho svojí návštěvou na Tchaj-wan nezklamali. Věřím, že budeme příkladem pro ostatní, abychom to naše evropské demokratické zpoždění, které máme vůči Tchaj-wanu, rychle dohnali. 因为治病过往的前议长计划要访问台湾的中间，再三受到中国阻挡。蔡总统今日也特别颁发得奖大綬庆魂勋章，表示敬重的心意。尤其现场也播出前议长对台湾好意的表示，还有伊的牵手致辞的影片。蔡总统也开嘴邀请讲，前任议长的夫人未来有一日也会当行脚到来访问咱台湾。 驻美国的萧美琴代表车里参加美台商业协会这个两国中间的民间团体主办的视讯会议的时，有开声问讲美国紧和台湾签双边贸易协定，来加强经济合作。昨暗蔡英文总统伫咧欧洲在台商务协会宴会，也有提起咱和欧洲往来渐渐密切，也望讲会当来签双边投资协定。 伫顶礼拜，总统蔡英文宣布要开放美国猪肉、牛肉进口了，台美的经贸关系愈来愈好。咱驻美国代表萧美琴伫美国时间初二参加美台商会视讯会议时阵讲，蔡总统全力伫咧宣导台美贸易障碍，也代表台湾伫咧后疫情时代全球供应链重整的时阵，就要摕到关键地位，为当好区域经济整合边缘化。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S. would provide the infrastructure for a fortified economic partnership. 萧美琴强调，伫咧台美经济拢受到疫情影响之下，加强并且确保双边供应链的安全正重要。美台商会主席史宾林特指出，其中是以半导体产业的供应上关键。美国方面应该甲技术领先全世界台湾公司台积电加强合作。This policy shift should help pave the way to substantive talks on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hopefully, in the end, a bilateral trade agreement. 蔡总统伫咧初二暗踮欧洲在台商会暗面，是讲到最近几年台欧双方关系愈来愈好。伫疫情发生时阵，台湾制作的喙安送到欧洲，中国嘅欧盟也提供台湾牛结节症疫苗等互惠协助，展现出两边坚实的伙伴关系。Cooper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the EU could construct supply chains for pandemic prevention materials, could be the first step to an even more mutually beneficial partnership. 蔡总统表示，台湾是欧盟特地信赖的经济合作伙伴，希望借由洽谈双边投资贸易协定，继续扩大经贸合作。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今年第9回风台美萨，搁第10回海神风台，都拢走对东北亚去。美萨风台对南韩上陆，已经造成上无1个人死亡，22个人受伤，搁有超过12万户的人家厝失电。日本阿妈咪这个岛的外海，也有一台载6000只牛的货船遭遇风台拯救救援，43个船员多数拢下落不明。大风大雨，消防人员亲自互强风吹歹落在路中的障碍物。今年第9号风台美沙半暝登陆南韩了后，强风的速度达到162公里，吹歹真侪建筑甲设备。一名住伫釜山的60外岁女性，因为互玻璃灼伤，送病院了死亡。有各地至少有超过20个人受伤。 오늘 오전부터 각 동직원들이 나와가지고 태풍을 대비하여 물 넘치는 곳을 막기 위해서 각 동직원들이 다 나와서 각 동에 4천 개씩 그렇게 만들고 있는 중입니다. 受到风台影响，南韩暂时已经有超过400个航班停飞，12万户客家停电。有新国里核电厂的4号机组因为停电暂停营运，无辐射的物质泄露出来。那是北韩官方媒体表示，已经针对风台采取紧急措施，唔望把损失降到上低。但是日本受到美沙风台影响，初二透早一只载着将近6000只牛的巴拿马籍的货轮，伫鹿儿岛的延美大道西边的外海发出求救的信息了后失联。日本海上保安厅紧急动员去找，船顶43名船员，暂时敢若找到救到1名菲律宾籍的船员，其他42个人有关下落不明。二年美沙了后，第10号风台海神哥哥嘛伫周末侵袭日本，因为海神的强度一直咧增加，日本气象厅嘛发出真罕咧看到的预警。 特別警報に相当するような台風が接近してくるこれくらいの勢力のものが来るというのは、なかなかない。
日本气象厅表示，就把泰神接近九州的时阵，中心气压预估会有925把帕，强风大雨威力接近2018年造成关西机场遭大水的影风台，提醒民众爱注意警报，随时避难。记者陈松整理报道。再来讲，去年9月，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这国和咱断交，换甲中国建交。答应国内上届大片的省份，即阵煞换咧批评中央政府伤过挖中国，决定要举办家己独立的公民投票。外交学者分析讲，这也是中国积极介入南太平洋地区，才会来引起的争端。啊，外交部这边是讲，这是人别国的内政，咱无要加批评议论。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伫去年9月，甲台湾断交，甲中国建交。所罗门上大省马来他省对此正不满。根据所罗门青报报道，马来他省会伫这个月办独立公投。马来他省伫声明中讲，不满中央政府一直施加压力，叫马来他省要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也祝贺马来他省独立问题。决定伫这个月要办独立公投。我国政府基于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原则，我们对此没有评论。我们也期盼所罗门群岛的政府能够跟马来塔省的省政府能够尊重所罗门群岛的民意。马来塔省是所罗门群岛第2大岛，人口占所国1/4，几多年来拢想要独立，并且甲美国正好。外交学者刘德凯讲，所罗门群岛将有战略价值。伫最近几年，中国积极涉入南太地区，对澳洲造成威胁。伫咧中美的关系愈来愈紧张的时阵，加重战略推进，造成所罗门群岛的内部政治分歧。马来塔省呢，他们在去年那个中央政府跟这个中国建交之后呢，那他们就跟美国的进行合作，想要跟美国。在美国支持下建一个深水港。所罗门群岛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的位置的，在南太地区。所以的话呢，现在这中美呢加剧了他们的这个战略的推挤啊。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讲，咱政府机构无干涉他国内政环境，对此无评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年6月，中国和印度的兵马伫咧两国的边界发生军事冲突，他个人嘛，还佫发动陆军、空军汇集，情势犹原紧张。冲突产生了后，印度就随禁止59种中国迄边开发的手机软体。啊，这礼拜又佫宣布，包含中国经销的手机游戏、绝地求生等等，拢总佫加禁118种软体，因为这会影响到印度的国防甲国家安全。印度的这寡少年人就甲全世界爱拍手机游戏的少年人同款，用无白酒过眼，正专心甲虚拟世界内面的友军、敌军伫咧对战。因正伫咧算的是由韩国蓝洞要改名叫做魁将团的软体业者所研发，并且由中国腾讯游戏所发行的手机游戏《绝地求生》。根据业界统计，《绝地求生》游戏手机版本伫印度有1.7亿人次下载使用，占全世界使用者将近1/4。查禁的消息传出了后，印度算这种游戏的人真失望。Yeah, it is very disappointing for us and for the youngsters and as well as work-going men, because it is the main stress-relieving game and entertainment in our country. PUBG बैन हो गया तो अच्छी बात है। PUBG से बच्चे बहुत ही बिगड़ रहे थे, मैं खुद बिगड़ रहा था। जैसे कि घर वाले बोलते खाना खा ले, मैं खाना नहीं खाता था。印度政府讲，包括发行这款游戏的腾讯公司，也有其他中国 IT 业者，包括阿里巴巴、百度。透过各种的软体甲网站，偷摕印度使用者的个资，传送到海外伺服器。同时，这款中国企业也搁伫咧印度民众装软体时阵，放一种敢若是特洛伊木马的形式，对印度的国防甲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其实，印度自6月到9月连续2遍查禁中国的俄罗软体，并不是单纯的商业竞争，而是牵涉到领土主权的争议。入伫咧印巴甲中国之间的喀什米尔，除了印巴直连发生庆战，印度甲中国伫最近也直连发生衝突。वो जो है बिल्कुल कम दिखाई दे रहा है, तो फिर चाइना की तरफ से जो है इंक्रोचमेंट जो है वो हर साल इंच बाय इंच या किलोमीटर बाय किलोमीटर हमारे टेरिटरी में वो घुसते आ रहे हैं。对此，中国自然也甲责任拢撒给印度。印方的行径严重侵犯了中方的领土主权，也严重的违反了两国相关的协定、协议和重要的共识。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印度官员的讲法，中印双方目前虽然伫咧边境大幅度动员陆空部队，这个人算是军力竞赛，离发生大战还阁真远。记者综合报道。下晡上届新的消息来讲，英国的报纸《The Times》的高等教育专刊，今公布上届新全世界大学的排名，台湾有38间大学入选，其中台湾大学排伫咧第97名，这也是有史以来头一摆排甲遮尔头前。台湾大学的管中敏校长嘛表示讲，望8年后大概拄好100岁时，会当进步到世界上头前50名。台大校长管中敏临时邀请已经退休的前校长李树吟参加教学研究甲国际化的成果会，因为就伫咧20几点钟进前，英国《泰晤士报》世界大学上新的排名，台大是排97名，头一届是去前100名，甲去年来比是提升23名。要有目标，要有经费去努力呢，你这个目标就可以达成。这是我当校长8年的最深刻的经验。你没有目标，随便乱闯，没有 focus， 没有集中，那么你进步就慢。李树吟做校长的时阵，是以拼入去世界前100名为目标。2009年，台大头一届拼到第95名。过当年《泰晤士报》甲 QS 分开，台大一直伫咧100外名遐熬。今年创校92年，两个机构拢入去前100名。管中敏讲，学术甲论文互引用的是大幅度增加，这是排名变较头前主要的原因。不过，国际化的层面还阁有真大会当拍拼的空间，因为全球疫情了真严重，香港的经济嘛无稳定。伊认为讲，爱把握时机争取人才。北美的高教市场是严重的萎缩，因为很多大学它不能上课，它很多老师他停止新聘或者不再续聘。那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况。那很多以前人不能够留在北美、欧洲的，他会选择到亚洲。可是现在亚洲的情况出现变化，香港的情况变化了，中国大陆的情况也有变化。我相信很多人回亚洲，他会重新衡量他要去哪个地方，这就提供了我们台湾一个机会。管中敏讲，会以2008年台大创校100年的时阵，拼入去世界前50名做目标。不过，要拍世界杯，需要政府长期而且稳定的经费，嘛期待高等教育进一步互学校伫咧招生、请老师，还佫有课程设计，会当佫较有春秋，嘛佫较有发展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早起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针对咧规定，经过网络播影片和观众景的系统，这部新法律举办公听会，探讨怎样来管理这款新型的服务。现场的业者多数拢是望讲法律要搁调整，唔通赶讲。另外经济部也正式公告，有中国投资的这款网络影片系统，台湾的代理甲经销拢总被禁止了。当这个法令出来了之后，我们这个 OTT 专法里面的第12条、第18条的法则，它是不是还有存在的必要啊？因为经济部公告禁止中国资方 OTT 平台伫咧台湾的代理也是经销行为，所以爱奇艺代理商 OTT 娱乐董事长范立达伫咧 NCC 网际网络视听服务法的草案公听会顶悬，就直接讲出记录，而且嘛认为讲内容的定义不明。这整个 OTT 它有很多种态样哦，你不能够说把你要管的就纳入是所谓的 OTT 的定义，你不纳管的就不叫 OTT 哦。那这样基本上它是以偏概全的。为着管制境内境外 OTT 服务 ，NCC 初步拟定 OTT 专法的网际网络视听服务法，但是出席公听会业者大部分拢认为讲立法是好意，毋过也有真侪需要沟通的空间。它真的有定定的必要性跟急迫性吗？如果所有事情呢都是求快而不是求好，我不知道大家的目的是什么。离这个轻度管制的部分呢是比较相去甚远哦，希望能够充分跟业者沟通，取得共识后，再作为这个充分的评估。OTT 平台带来影视新潮流，而且嘛冲击到有线电视的市场。业者认为讲，专法定定应该放伫咧，互有线电视甲 OTT 公平竞争，来防止盗版侵权。若是代理商的背景嘛，必须要符合法规。并不是因为他有代理商，就使得他符合现在这个草案规定，还是必须要这个经营者本身是符合两岸关系条例的规定。那么代理商才有合法的空间。那我们会把所有的意见，就是综合研析之后，就提到我们委员会去。因为法律案，所以我们会提报到行政院。NCC 初步拟定专法，重点包括掠大放生、戒毒管理模式，袂当有妨害个案公序良俗的内容，而且嘛袂当替非法业者来提供服务。伊搁期到27天，后续会继续来沟通，互专法有更较周全的规划。记者综合报道。
咱我来讲，桃园市本地要开放业者伫海岸边设发电的行业啊，结果因为交通部民航局判断讲会影响到飞行的安全，计划煞来冻点。但早起已经投资落去的厂商达德能源列出11项证据，批评民航局拢无说明到底啥款设施会去影响到飞行安全。佮讲因也要考虑提出行政诉讼，争取公道。达德能源伫早起开记者会，集团的营运长也个透过网络视讯。亲自强调，桃园离岸风场投资案突然间宣布法庭，非常震惊。We now learned that we will not get the establishment permit as long as the CAA is objecting our project. This is causing a big concern for us. 达德能源强调，因的列为风电伫桃园外海起的离岸风场，伫2017年7月就通过环评。所以因为民航局以飞安为利用法官，经济部能源局伫咧8月24以要件无符合，退回电业调查许可，正做第一个通过环评又案被退回的离岸风场。达德提出11项证据，强调这个所在并无起伫咧禁限制的范围内，就算是上外一座风机，距离也有3.6海里，并无影响飞安，也提出各种案例佐证。同时也强调，未影响航空通信等11项证据。近线舰的这个高度呢，在它的范围以下，所以说没有飞安的问题。所有起飞的飞机、降落的飞机，100%没有飞安的问题。所有的风机都不在 ILS 的范围之内。如果你知道的非常清楚，你其实可以把风机的编号告诉我们。这些他们完全都没有来跟我们做进一步的讨论跟分析。因批评民航局驳回内容无明确。对达德能源的质疑一直到中昼进前，民航局、能源局也无做回应。达德集团表示，因为这项投资案甲经济部签约，调查许可由能源局许可。未来若是拍行政诉愿，将会是主要对象。也不希望伫咧内部的评估，希望相关单位会当甲民航局协商讨论出解决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环保确实是大要紧。早起时代力量的陈椒华立委搁再出面，针对5年前台南客家一片残垣，企业者非法偷带40几栋连钢的炉底铺，指出讲市府环保局则甲对方罚金6000块，无非这是食暗暗蚵。但委员嘛要求环保署要重新挖开有带炉底铺遐的农地甲工业区，采验土地已经加偌济重金属了。产年囤真济蒜头皮等等的有沙巴，这是台南客家5年前起用非法囤废弃物的地点。迄当中有40万吨废弃物全部拢起用违法囤伫遮，佮造成4万吨重金属的毒品险啊流去市面。啊，若是台南市环保局处罚涉案公司，免赏金6000块。立委陈椒华初三召开记者会批评环保局这案，要求各一届甲起用囤废弃物的土坝挖开来采样，啊，佮有检验重金属。炉渣是废弃物，废弃物可以随便乱丢吗？可以丢在农地，可以丢在工业区的地上吗？可以吗？陈椒华质疑除了农地，嘛有工业用地起用带白铁的地铺。伊表示，客家兴业端对这几年以来卫星相片来看，2008年进前农业阁是扫地，后来几啊年明显看出有囤台行为，甚至是2017年地面阁出现专定兴业的厂房。而且中华医学大学护理系副教授吴焕忠嘛强调讲，若是工业区的土地会当带废弃物，业者会当买工业区的土地来用，嘛袂犯法。废弃物比较重的法则是在46条之2。当初在立法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含糊的最后你看致环境污染，致环境污染。那所以现在为什么很多都不起诉？就是因为这5个字。环保团体认为，讲条文应该甲对污染环境的事台调，和环保单位也是检调单位调查甲废弃物非法清理有关系，重大环保犯罪行为的时阵，会当依法当法求刑。记者综合报道。镜头继续刷落南来讲，高雄市政府计划要重新开发凤山火车头四边8甲栋外的土地。道路征收的一寡民众，早起嘛去到市府的数位行政中心抗议。政人主张讲，车头前要开路都要真看看，哪会甘愿保留空地啊，换听人家厝？这分明就是已经违反都市计划法。也望新上任的陈其迈市长会当亲身出面和民沟通。也抗议报条。
黄山车站反量化辟迁自治会伫高雄市政府头前抗议，地政局官员出面沟通，要安打民众的情绪，所发生冲突。土地长法规定什么？抢人民财产吗？抢人民财产合法的吗？要急救咱的市长，不论阮兜的结局安怎，拢无要紧。以后伫咱大高雄的百姓，咱的市民，我希望讲无人一家口啊会像阮兜爱面对这种侮辱。因为黄山车站附近土地定价本来就100万户，大家怎么只敢剩单价1户？自治会提出几项诉求，像就是保证抑搁伫咧沟通就袂当停，抑搁爱有另外的沟通方式，也希望市长短期内让亲自甲家属沟通说明。沟通的管道一直都在。没有谎话，你们只会告诉人家拆房的。那个，我跟市长的部分，我一定在1个礼拜内跟市长报告。好。高雄市政府计划进行85期市地重划，重新开发车站附近8公顷外的土地。自治会讲，重划争议是一个本来车站头前也有正大的车路的空间，所以因为要扩大起商场，拆人民的厝起路，明显违反都市计划法。公共建设应该优先考虑使用公有地规定，希望新市长上任会让有无同款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中部的消息，台中大里利民街这一条巷仔路，民众咧出入已经30几年。8月中旬的时，煞雄有围篱啊炸起来。经过里长探问市府，才知影讲2冬前，这条路就已经换认定做是私人地，是讲市府哪会拢无公告甲通知，民众当然反映讲封路，确实会影响交通的管理甲消防安全。平稳路权，平稳路权。来到被封条的路口，当地民众发出不满的声音。行了30几年的道路，就安尼被封条的，唔但直接造成出入的不便，嘛反而会影响消防的安全。我唔拢咧行路，拢就是爱通这条路啦。啊，你向人威胁无理啦，迄人大家拢无方便嘛。啊，你造成人的困扰，安尼嘛唔对啦。万一若火灾时阵呢，变这条因起来变得无尾项呢，啊，因迄边已经炸起来。炸开，咱政府就是甲征收，问句政府刚要甲征收也唔知啊。住咧台中市大里区里边嘅居民相当的生气，因为8月中旬，这条道路突然被铁皮封起来。里长透过区公所问台中市政府才知影，原来这条路为2年前就已经认定无算继承道路，地主封路无违法，但是市府2年来拢无通知当地民众。阮这住户非常的不满，哦，你要判决这应该互阮有住户。阮当地住户来真正说明。对居民的不满，用工处解说，地主伫咧2年前嘛捌封过路，当时市府虽然认定是继承道路，但是地主提起诉愿，诉愿会上尾认定无符合继承道路的要件。我们当初是认定是继承道路，但是变成是诉愿会经过审议以后，认定是说并不足以构成相关一个继承道路通行的一个要件。规定是没有这样子，是要跟地方居民说明的。永工处表示，因为该土地属于住宅区，因此目前地主并无违法，无法度要求甲围篱拆除。为了方便民众出入，将会评估是不是甲当地其他巷道来拍通。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早起桃园市郑文灿市长是陪伴经济部的水利署罗建信署长去视察中立到青埔这节老街溪治水的工程。老街溪水流22公里长，整治的工事一来是提高防止淹水的条件，二来大大增加民众去亲近溪流的环境，休闲行打的功能。华北的工程也搁伫咧进行，桃园市长郑文灿初3早起陪经济部水利署的署长罗建信视察老街溪精尖治水工程。独立到青埔段的补花改善工程，还有青埔的水道计划，经费是8亿2000万，预定伫咧明年4月份来完工。前瞻治水计划要完成防灾用水跟清水环境的塑造3大目标。那桃园算是前瞻治水计划的典范。地市长表示，老街溪主流22公里，除了电油甲开掘计划完成，所落来还有低停2铁通金段、捷运甲高铁生活区的加大徛铁马，还有中庭航空社的4颗位啊，会当看飞轮机起降、日头落山的景致、办马拉松的场地，还有长庭水鸟飞着段，连接科处港湿地到大园的都市计划，以加大的开发来维持生物浓度。
借由水岸的缝合，提供给市民一个休憩的空间之外，最重要的部分，它兼顾了防洪的安全，它可以达到50年的频率的保护的标准。市府表示，老街溪经过捷运、高铁、甲航空城工程设计，除了提悬预防大水的标准，达到50年无淹水的目标，嘛会增加串联水防道路，还有脚踏车车道的休闲功能以外，嘛会提供清水的功能，增加河道甲湿地营造，来扩大绿带甲河川农道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有的地方伫咧拼建设，有的地方伫咧顾福利。来讲武汉肺炎影响各行各业，但花莲县秀林乡公所也决定拨出3200万，来发予乡内16000几个人，一人2000块，进行消费礼金。这也是目前全国金额发了上界悬的乡镇市。为着照顾更较侪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经济的民众，花莲秀林乡公所初二秀林乡大会决议通过。要发进行消费礼金，给全部的乡民，一个人2000块，拢总会有16000个乡民受惠。很好啊，很好。为什么？因为是补助我们的那个生活要用的，至少对我们乡民啊，生活上有一些补助啦。因为我们这边很多都是。生活上比较困苦。秀林乡公所表示，疫情冲击到乡民的收入甲生活，其中以农业甲劳工上明显。因为安尼，公所伫咧自有的资源内底，编3200万的预算要发进行礼金，加做全国目前乡县市发上侪钱的单位。不过外界是真好奇，这个钱是为倒位来的，敢会影响到公所的财政？上半年我们所有的一些大型活动都有停止，我们就是把那些结余的钱，还有就是历年来我们所结余的钱，我们就提拨到这一次。那对乡缓会不会造成负担？不会，绝对不会。如果会造成负担，我们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公所强调讲，会选择发现金是考虑到便利性。那今年6月30进前，户口设伫咧秀林乡的民众拢会当领，发的时间按算为10月到12月底。为着互民众较方便，会伫咧10月初决定伫15个部落同步来发，提醒民众爱会记早身份证甲印仔。记者综合报道。等下看台北市政府为着要互赛车的民众较免四界找车位咧无闲，市府等下甲手下机关甲学校，阁有报岸边大路口遮停车的计位，即时统计计位坐少的资讯，发布伫咧 APP， 互民众随查随知咯。透早伫信义区这个停车场，差不多拢无车位，用 App 查即时的资讯，显示其实也有10外个车位。有民众感觉讲，入去停车场进前，乃当接压存偌济车位，会真方便。我自己的话会啊，对，看起来还蛮方便。里面的 App 啊，有时候显示没有做到非常精准。台北市政府停管处表示，最近新增加53个替挂停车场，甲使用率高的高架，甲平面的停车场即时的资讯，还有108个持续机关，甲学校停车场即时的资讯，161个所在的停车资讯，拢会当随伫 App 查到。不过，亲像是和平公园无停车的闸门，目前是用古算的方式来显示剩的停车格，那显示红色，表示车位可能敢若剩10个以下。在题外的部分，还有平面停车场的部分，因为它是属于没有闸门的，所以我们就用呈现使用率的方式来让民众能够知道说，现在目前那边还有多少的停车格。市府表示，台北好停车 App 目前主要是提供市府所属单位停车即时的资讯，未来嘛会甲民间商场来直接用 App 呈现停车的资讯，互民众会当伫咧出门进前量早规划，减少伫咧路面踅来踅去，或者是排队等车位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搁来讲，台湾过去是产肉掠了上界济国家，尤其这站阁是出产肉的大国。不过到当渔民的讨掠，敢若剩10亿年的一成尔。尤其日本当嘛同款咧掠无鱼。学者就分析讲，气候变迁甲海底环境的变化，恐惊拢是造成影响的原因。今年8月底，龙顺发1号渔船也休伫前镇渔港未出海，因为这时阵早就该去公海掠产肉。不过船长已经听人咧讲，今年的鱼啊，恐惊是真恶掠。不好。怎么说？这一个晚上有的打不到，没有下网的没有下网，还有下网的100-200箱，几十箱而已。那这跟以往好的时候比较的话，以往好的时候会是怎么样？以往好的话，有时候一网都5000箱都有啊。如果在那巴那边的话，其实像美国，是咱这个釜山沙港。唔那烦恼掠无鱼，佮操心出海去撞着风台，船长已经决定延后出海，出发进前先拜拜，祈求会当大船入港。
不过别只鱼船自6月就已经出海。目前台湾大约有80多只渔船伫日本附近公海掠散肉，到今也是无船啊转来落回。海头就是差不多国历的6月份、7月份会出一波，了个一段时间鱼也较少，但无像今年鱼啊含一尾都无啊，这是足少当地的情形。今年也无船啊载鱼线转来，实际上来到仓库，敢若剩几箱啊旧年的散肉，市面上已经无鱼啊通食。业者暗算，今年一定会起价。加在倒鱼的大季是自中秋节前后一直到11月，业者希望通小可弥补不足。其实日本今年散肉鱼货量同款真惨，只有应过1%。学者认为，甲这几年海洋环境的变化有真大的关系。清朝的这些封面的这些变动，吼，含在清朝的这支流，吼，有出现这乱水区，吼，这情形还出现，吼，影响到这树德鱼，吼，南下洄游的这情形。这2、3年这个鱼这样子吼，以我的经验来讲，差太多，这越抓越没有了。船长讲，即马日本渔船嘛会走来公海对台湾的渔船掠鱼。现时全球的气候变化影响到海洋资源，若是搁唔管制掠鱼，散肉减量一定会变做是未来趋势。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关心到去年年底，妇产科的医师击败有1153个，啊，不过多数拢是伫咧都市地区服务。啊，屏东恒春基督教病院的陈志成院长嘛伫 Facebook 顶头感慨讲，原来妇产科医师真不足。讲起来，恒春半岛地土有3块台北市块，结果煞干那一个妇产科医师尔。屏东恒春基督教病院爱负担规个恒春半岛的妇产科甲儿科急诊，但是烦恼人力无够。伫咧恒春基督教病院服务得要20年的医生陈明珠，就算已经在洗药剂啊，嘛是爱继续上班。最近这2年那个肾功能有比较不好，医院也需要人啊，那时候啊，到现在也有需要人啊，所以我还是一样上班啊。过去10外冬，全恒春半岛敢若陈明珠一个妇产科医师，一直到2018年，恒春基督教病院才招募到一个公费医师。妇产科上理想的安排，想要有3个医生，但是即马煞敢若剩一个会当值班。公费医师他服务期满。本来高雄一间医学中心说要来，但是后来要来的医师离职了。陈明珠医师 Amy 啊，她最近身体不舒服，她需要洗肾，所以就只剩下一位义大医院来支援的丁玉峰医师。面对恒春基督教病院欠医生的问题，卫福部医事司嘛表示会斗3工。这件事情在那个会议里面，其实那个陈院长就有拜托是说他自己已经私下有联络了，所以我们最近的话就会是再看看这个联络的状况，及时的可不可以再做一些人力的调配的。屏东县卫生局表示，屏东县分配到医学中心医师的名额是16个，恒春基督教病院有5个。这几天甲院长讨论了后，会甲5个名额内底拨2个予妇产科，解决医生无够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医疗方面的消息来讲，顶日美国医学会学术期刊发表上较新的研究，证实讲治疗武汉肺炎，若是有用到过去贯穿咧改善风湿症迄款配置类固醇的药品，就会当降低重症患者的死亡率，效果有甲2成。啊，咱国党也已经把这款类固醇列入去武汉肺炎治疗的指引当中了。新冠肺炎的疫情伫全球咧滚价，已经造成全球85万外人死亡。今年6月份，医界就发现讲，类固醇的药啊，亲像地塞米松，会当降低重症患者的死亡率。上新大型的研究证实，只要用配置类固醇的药啊，就会当压制人体的免疫反应，和重症患者的死亡率降低2成。在砍病毒的时候呢，也稍微有点分寸啊。那这个分寸就是给他类固醇，他就知道，他就会收敛一点点，他就不会产生那么强的发炎反应，你的肺炎就会变轻。美国医学会期刊上新刊的一篇研究，统计12个国家，拢总1703个重症的患者，随机分2组，结果发现讲，接受类固醇治疗的患者死亡率是32%，也若干若接受日常护理甲安慰剂的患者，死亡率是41%，证实类固醇会让提高患者的存活率。目前的用法可能就是病人一来就赶快用瑞德西韦啊，然后同时一旦开始住院的时候就开始加类固醇。
2个可以同时用。专家强调讲，地色米松是一种类固醇，嘛是已经用60多年的老药啊。英国大部分是用伫治疗风湿等等的免疫疾病，介绍嘛比瑞德西韦较俗，有可能会加做治疗重症患者代替药啊。目前国内已经把类固醇纳入去新冠肺炎治疗的指引内底。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伫咧工课场所发生受害者互人骗扫的情形，确实袂少，甚至有当事人过卡薪，阁会遭遇报复。但早起民进党的范云立委，就针对各行各业有可能发生这款男女相处中间甲人骗扫的问题，举办座谈会，证人也提出见解，尽量要推动改革。民进党立委范云7月中去互同款是立委的陈雪生性骚扰，经过民事诉讼甲性骚扰的申诉，范云也未收到任何回实的消息。就算伫咧专业领域，亲像是律师、医师、检察官等等，性骚扰也会是以各种的形式来发生，而且称载方合理化，当事人可能还阁会受到权势的压迫。要求他们去现身，甚至要求他们具名的去讲加害者是谁，受害者的情况是如何，其实非常非常困难，因为等同于他必须要跟他所钟爱的这个建筑的产业或者是设计界一刀两断。在这个医疗空间受到性骚扰的女医师和男医师高达80%，还有63%。基层的医师认为讲，应该加强目前申诉的管道，互流程透明，也阁会当增加线顶甲看名的申报机制。性骚扰的问题，同款出现伫咧运动场、顶个月学生棒球比赛，也阁发生裁判做出无适当的手势。因为安尼，台湾第一个女性国际裁判刘碧君提出会当加强的方向。硬体的部分包含我们的场馆设施是否有友善于女性的参与。那在软体部分，那就更多了，是不是有能够健全性骚的申诉的管道？初三的记者会，各领域的代表下届做伙打造反性骚风线，后手还阁会举办一系列的活动，要汇集众人的力量，做伙来解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咱台湾失智症的患者比例渐渐在加，这款病症严重者是会大大影响日常生活的机能。但清华大学和中央研究院已经研究出利用少电光分析毛囊胚的结果，阁会当找到基因突变的所在。这也是人类头一摆亲目睭去看到失智症产生的原因。甲冷冻过的磷酸盐毛囊胚放在机器内底，透过 X 光成功解出毛囊胚结构，找出毛囊胚突变的正确位置，让人类第一个看到失智症原因。利用我们这个的利器 X 光绕射这个绕射仪，然后晶体学的方法来解析这个它完整的这个分子结构，可以了解为什么这个会产生钙化这个问题，然后也希望说能在这个失智症或类帕金森症这些有一个贡献。清华大学甲中央研究院合作，解开了磷酸盐毛囊胚分子结构。其中毛囊胚是在细胞膜内底的卵白质，负责传信号，而且供应能量到细胞内底。一旦发生病变，脱掉的无法度通过，最后会致使脑部基底钙化。发生失智症等等的神经退化，这里面蕴藏着许多分子的这个资讯，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个 X 光绕射的方法跟晶体学的理论，然后去探索整个分子的结构。目前这项研究已经刊在国际顶尖期刊，成为台湾毛囊胚领域重要研究。未来有希望为失智症患者再来服用。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咱搁来讲，中原普渡过了后，真侪庙宇甲善心的人士，拢会甲拜普渡的食品送去家扶中心帮助弱势。家扶中心的人员也说明讲，确实因为武汉肺炎的缘故，弱势的家庭收入愈来愈无稳定，因来当接到这普渡的祭品，也通减一寡日常的开销。一透早婚林家扶中心的人员就无用甲这寡普渡的供品分类，有白米、面条、饼、罐头、饮料等等，互受帮助的家庭到家扶中心，会当摕家己欠的民生物资，减轻负担。有帮助啦，因为阮的家庭即马拢零收入啊，零收入啊，2个拢老啊啦，囡仔2个拢1年级、2年级啦。因为他疫情多少会受影响，可是他本身的工作是蛮不稳定的，就是看天气工作。如果给妈妈，她就不用多额外开销去买其他这些东西。
受帮助的家庭表示讲，今年受到疫情的影响，收入是减少，若是会当收到普渡的民生物资，会当减一个开销。针对这点，婚林家护中心表示讲，顶半年民生物资的关键是比英国减5成，这届中元节普渡收到9000多的奖品，会紧分予弱势家庭。相较于这半年来，相较于同期，都大概减少了一半。其实我们那时候也还蛮担心说，物资的不够会造成家庭一个生活运作的一个影响。这样东西的价值大概有1-2千块的，然后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家庭在这段期间可以减少1-2千块的开销。这样。婚林家护中心表示讲，中元节收到真侪庙事公所，把普渡的奖物变做爱心捐出去，会当帮助原来1100个弱势家庭。彰化离任的天任宫嘛捐助合金，希望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让弱势家庭的囡仔有更较侪资源。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台南市的市民蔡明仪是台湾头一个去参加国际超级铁人比赛运动员。原底今年伊打算要去挑战美国迄边的国际赛，但是因为武汉肺炎去袂成，伊也就安尼决定改变计划，爱妈祖抱的新孙开始踅台湾。一路坚持，总算拼来到终点，双手甲国旗挺出，予世界各国的选手看到台湾超级铁人运动员的实力。伊就是台湾头一位参加国际超级铁人赛的运动员蔡明仪。蔡明仪自2018年参加瑞士超级铁人赛3项，2019年参加墨西哥赛，比赛总距离是一般铁人赛226公里的5步加10步。掠游泳来讲，就要受19000公尺。妈祖的信仰是伊坚持的动力。我那个衣服有印那个妈祖，他就让我飘在上面，那他就一个布这样飘在上面，那指引我在那里啊，所以我再怎么游都不会累，哎呀，就是看到妈祖之后就很安心的游。蔡明仪今年4月得到台南市独月市民，伊也要继续打拼，原队今年要参加20步铁人赛的美国超级铁人赛，却因为武汉肺炎疫情未当过去，经过请示，伊准备爱妈祖时阵环岛为台湾祈福。马拉松的时阵一定爱甲换便服啦，便服就是讲伊一定爱戴着鸭舌帽啦，戴着一个鸭舌帽，搁穿运动衫，搁穿布的哦，这拢是伊指派的。咱的国家会当安尼今来安尼平顺。蔡明仪强调，这届环岛的总公里数大约1139公里，希望会当在21天内完成，而且伊心爱妈祖，就算歹天好来，也会坚持打拼，希望为台湾祈福，让民众镇压疫情的信心。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拖无休，真侪人关伫咧厝内是真懊恼。到时间上介好的办法就是拍电动咯。但日本2间大间的电动游戏公司索尼和任天堂市场也加真好。不过当换生产这个机台的厂商，咧讲惊的原料会较安斗咯。何もないから何でもできる。任天堂スイッチ。集まれ動物の森。今年3月底，武汉肺炎疫情严重的时阵，开始卖游戏软体，动物新优惠，到6月底，全世界卖2240万套。这么好的成绩，让任天堂游戏软体业者4月到6月这段期间增加至5000万套以上，是去年同期的2.23倍。因为伊是 Switch 专用的游戏，所以 Switch 年底销售量到568万台，比去年同期增加166%。动物新优惠全世界流行，连泛轮铁诺这寡较有名的时尚品牌，拢采因合作，把家己的时尚元素放入去游戏内面。因为疫情业绩并非毋是任天堂，另外一间电玩大厂 Sony， 伊的 PlayStation 第4代主机已经卖几多年啊，卖了真好。和 Sony 对伫个年底圣诞节当期进前要推出的 PS5 更较有信心。另外，被注意是推出恶灵古堡系列的 Capcom。Capcom 1999年推出《恶灵古堡3：终极拓图》，迄当阵卖350万套。今年推出的复刻版同款起因注意，也带动其他游戏软体销售量到920万套，是去年同期的2.1倍。虽然无法度加索尼、任天堂的3位手臂，不过表现也袂歹。
虽然受疫情影响销售正昂，不过供应链是面临着无确定性的风险。虽然日本政府宣布解除紧急状态，让生产线暂时当应付需求，不过伫疫情起起落落，顶游厂商的零组件供应随时有可能停来，是电源业者业绩有昂背后的隐忧。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相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8度到32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9度到33度；台南、高雄、屏东29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29度到34度；金马、澎湖29度到37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福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主任。最近主任足无闲，爱传足济物件要去拜拜。咱今仔日要讲的是台湾重要的民俗活动，就是普渡。普渡汉字写作普渡，罗马字写作普奥普。倒乌渡，普第2条，渡第7条。普渡是一款祭拜鬼魂的民俗，有鬼月普渡甲造就普渡。咱今仔日要绍介的是鬼月普渡。在台湾，一般的人认为7月时会开鬼门，所有的孤魂野鬼拢会伫即阵放出来，爱传敬米，甲因拜拜。化解因的怨气，才袂伫人间难散来。这就是鬼月普渡。中原就是旧历的7月15，嘛会讲7月半。即天差不多，逐个所在拢会举办中原普渡，有公普甲私普2款。公普就是庙普，咱讲拜7月半，伫庙举办。私普除了同业，同家就是家庭伫门口拜拜，叫做拜门口。拜拜时，逐项敬米拢爱插一筒香，拜煞烧银纸，烧金衣，和好兄弟有食够有掠。通常拜好兄弟会伫暗道下骹放新的面盆啊，底清水，边啊放煞文面布。起面、起锅、热啊，和好兄弟洗肠。7月时啊，人讲有一寡代志唔通做，亲像唔通走去耍水。听讲水鬼啊，伫7月会掠交替。台湾的海边啊，常在有暗流，就爱洗哩哦。还有唔通考试啊，听讲考试啊会甲好兄弟考来。安尼，因就会来找你嘿。讲到中原普渡，我想到一句俗语：7月半鸭，唔知是我。这句俗语是咧形容人憨憨、酷酷，像7月半的鸭同款，唔知代志大条啊。例如普渡
敬米，7月半，中原苦时啊，7月半啊，唔知死活。其实咱若存好心，甲好兄弟互相尊重，7月时啊，慢免伤紧张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